後來鄉親繼續來看苗栗竹南郵局，有一個外包的司機被攻擊死亡。兇手是一個36歲男子，就住佇郵局的對面。伊不滿着郵局落貨時陣，長期製造噪音，影響到伊的困眠。昨下晡，伊乘夜駕駛佇落貨區大細聲嚷，經過幾啊點鐘了後，衝入去落貨區攻擊迄位外包的司機，司機當場死亡。講伊2年前就捌夜駕駛威脅過郵局的員工。一個郵局員工走入去房間內，因為一個姓劉的查某人夜駕駛入去郵局的社會區，穿紅衫這個姓楊的外包司機一直走，閣捌滑頭野手來動，不過這個查某人將伊逼到壁角，一直甲攻擊。警方接到消息，趕到現場，這姓劉的查某人並無離開，警方叫伊拍咧，這個查某人才雙手壓拳，拍佇塗骹，束手就綁。是講這個查某人是安怎要夜駕駛入去郵局社會區去殺人？范閒呢，他的住家就住在郵局對面的這個眼鏡行哦。他的房間呢，因為是在2樓，那他的窗戶剛好就是正對這個郵局的卸貨區，因此呢，他長期都認為這個卸貨區的這個噪音呢，是干擾到他的睡眠。備胎司機上無會抬十刀撈正着火，送去病院了，醫院救無活。凶嫌是對面目鏡行的邵東，2年前的8月，就捌夜駕駛去郵局社會區威脅員工，後發現伊了恐嚇罪來判拘役10天。昨中晝，這個查甫人佇徛喺門口夜駕駛，對郵局喊到大細聲，郵局報警。後來這個經理決定要甲告，想到這個查甫人到下晡4點外入去郵局的社會區，夜一個駕駛情緒失控。攻擊這個外包的姓楊的司機，因為這個社會區有真濟人在作業，這個查某人敢若是隨機行凶，這個司機是無辜受害。他真的是好像有點這樣氣死鬼啊！因為真的這件事情不是針對他。姓劉查某人去年捌因為失眠就醫，佮針對錯院問題，甲郵局告民事，要求賠償195萬。後來向強佮撤銷告訴。環境噪音的一個檢測，那檢測結果也都沒有超標。那後來這個我們劉姓中介他就把他的告訴做一個撤銷的動作。郵局搬貨的聲，幾年來，和這個姓劉的查甫人未當忍受，不過伊採取這款極端的手段，想要解決問題，卻造成未當挽回悲劇。